请大家打开来不织布，剪一张出来，动动眼睛，双面胶，剪刀、剪豆，10公分见方的布，10公分呢大概多长？这么长。你呢，把你的手，我自己的手指这样虎口到食指，好，虎口，不要全部挤下去哦，差不多这样，就是10公分。好，如果有尺也可以拿出来，担心的就拿，好，量一下10公分，把它剪下来10公分那么，就是边长都是10公分。有需要尺的老师，我借你。剪成10公分的正我方要问形。老师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等一下，这个我要做一只青蛙。你的颜色你要做什么动物？我可以，也可以直接告诉你造型可以怎么做。做鱼类啊，小猪吗？就是这一只，好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可以换眼睛，可以贴狗，小狗来，我可以把这个当上去。还有要剪2只手指哦。小狗，你可以剪2只耳朵，你要什么耳朵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剪这样耳朵。然后小狗的手，我就不会剪尖尖的。小狗的手呢，我会这样。等一下，我用那个签字笔帮它画这样。好，小狗的耳朵里面，你可以另外再贴一个颜色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这只我要做青蛙。我的这一只的青蛙呢，我需要剪的是2个，这个有一点点椭圆形，可是长一点点。好。那青蛙的手呢，就不能剪一样的喽。青蛙的手要这样。还有老师要剪什么？猫咪。猫咪好。猫咪呢，我们要做的是。你想要给它什么耳朵？猫咪要给它什么耳朵？尖的耳朵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猫咪的脸就会变成跟这很像的，所以呢，我会建议猫咪有胡子，对，狗也有啊。你看刚刚那个老鼠，这其实是老鼠。我用签字笔画了这个部分，好，颜色可以区隔一下。那猫咪的话呢，我会建议大家，这个我还可以手插，然后剪一个耳朵，或者剪一个鼻子。好，这个是猫咪，这贴动动眼睛。好，然后剪一个鼻子，贴一块这个。好，一样要剪手哦，猫咪的手。鼻子凸起来，手也会凸起来。像比如说这只小猪的鼻子，我没有换颜色，但是我底下鼻子贴了2层泡棉胶带，它的鼻子本就立体凸出来了。它手贴1层，鼻子最凸，手凸一点点就好，这样子造型。然后这个大象也是，我鼻子贴了2层，它就凸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
吗？好，来。但是呢，因为是兔子耳朵，所以我会建议里面再贴一个颜色。好，我在做的时候，我会把这个耳朵折下来，粘一个胶带把它折下来，就会有一只站着，一只折下来。啊，然后兔子要记得帮它贴一个鼻子，帮它做2只小手之外，我会另外做一个尾巴，可以，啊，牙齿还是尾巴？我会做一个红萝卜。哦，对，不给那人。你看我的小老鼠手上拿的是气气死！我给你们看哦，是真的气死，不是真的气死，这是气死哦。真的。好，我给他拿气死吃。好，我让他呢把它的那个边边每一个都粘住，上面先不要粘哦，我先撕下来而已哦。好，靠在一起，把它压一下，压一压，让它变形。好，所以这个上面的是往里面，对，上面的往里面，往里面的。对，先撕，可是不要。这个撕的。咪，好，蒙咪，过来蒙住，你看蒙住用安太了呢，对不对？很好讲啊，这个都会蒙住，啊，好多片，这个都会蒙住。大家要点粉红色。好，我的小猴，通用，对嘞，好，好来，面风风，摆落来，啊，落来，拿起我唔记得哈，多多伊想用伊落去解出来，我唔记得啦哈，发给拿起，记得发给拿起。哦，它本来係幾絲，好，未強咯。我見到長條，唔好發嘅色，應該都會剪開來，哈。誒，是啊，怎麼都聽得到冇咧啊？哦，对哈。好，那就是法国的。好，没关系。客家丝。等一下，老师。然后呢，记得哦，我们在连这个线的时候，请你一定要，让它对齐一下下。好，有一点点两边对齐，然后这个你还没画。好，把狮子大致上的那个该有的部件全部画出来，然后眼神，刚刚有很老师就问我说，老师我眼睛怎么画？前面这个我会画比较深，然后眼球的地方我不会全部画，我会画2/3而已。哦，这样才有眼神。哦。然后呢，腮红我们可以不用画那么高，但是它最主要是要补那个颜色，就是不要让它整个都绿绿的，其实没有那么好看。好，王把它画出来。好，刚刚你的这个王就是比较软，线条比较软，就没有那么的那个。要放一点，再放一点点。好啦，这样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。
好来，全部剪开来。你是为那种细挑菜的，嘿，细挑的。